咁咧一路咧我都以為咧自己咧係唯一一個啦，被香港政府咧有一個 round up program。咁但係原來咧全香港人咧都係被 round up 咗。咁咧就睇翻呢一啲嘅群組咧係啱啱其實半個鐘頭之前咧有啲黃絲 send 俾我嘅。點解咧？因為有一啲嘅黃絲根本上咧係臥底警察啦，話純粹或者係純粹咧根本上咧係一啲嘅犯罪分子黑社會嚟嘅。咁咧佢哋喺2019年咧就帶領咧呢一個嘅運動啦，呢一場嘅反修例運動啦，然之後咧香港政府咧用拍戲嘅方法咧就製造好多高潮啦，令到佢咧好似一出電影咁樣，令到好多人咧就進入咗嗰個身份裏邊。咁咧就而家好多香港人咧成為黃絲啦，咁就要對抗中共咧，走唔到出嚟啊個角色係。咁所以咧佢哋係長期咧用群組咧加入佢哋自己嘅人咧，谷起啲香港人嘅情緒咧，永遠咧同呢個政治連上關係。好處就係咧，鄧炳強佢哋咧永遠有對手嗱。如果咧好似太陽花運動咁樣咧，完咗就完咗啦，啲人各散自己做嘢啦。但係香港呢件事係沒完沒了喎。2019年點解啊？因為有一批人係靠呢一場運動去揾食，持續咧去令到香港人咧維持住一種好強烈嘅情緒嘅話咧，同埋咧係非常之對政治咧關心嘅話咧，咁對於鄧炳強製造敵人，然之後咧攞中共嘅資源咧對付香港人咧，就長做長有啦，咁就可以食呢條水啦，變成英雄啦，可以上位啦。咁呢一批嘅即係群組咧，喺我喺英國嘅時候咧，就發現咗一個有趣嘅現象。我去英國參加一個教會咧，發覺咧即係嗰啲嘅中年嘅婦女啦，同埋咧啲年青人咧係混埋一齊嘅，而咧去到嘅時候咧，嗰個狀況咧係好奇怪嘅。佢哋係可以咧做好仔細嘅 set up 咧，譬如話咧去分享嘅時候咧，有幾個人分享咧，佢哋講嘢嘅內容咧，即係有啲指桑罵槐話我嘅。然之後咧，大家圍在啦同神講嘢嘅時候咧，咁咧就即係講啲好刻薄嘅説話嘅咯，即係同神啊去即係去幫我咁樣咧，都係講啲好刻薄嘅説話嘅。其實咧就唔似教會咯，每個人都懷住好大嘅憤怒啊、憎惡咁樣嘅。同一樣嘅即係好多嘅群組突然間咧湧向我個 Facebook 裏邊咧，發生喺今年咧2025年咧6月6號，阿黃之鋒咧被係喺獄裏邊咧再度被因為話洗黑錢咧而再度被捕啦。呢件事喺6月6號之前2個禮拜咧，咁我就收到大量呢啲資訊啦。然之後喺6月6號嗰日咧，我就被非常之嚴重嘅性侵。喺過程裏邊咧就出現咗咧有啲香港人咧喺我住嘅附近咧出現，即係以家庭形式咁樣出現嘅，咁係製造一種同客嘅感覺咯。嗱，我想講咧，呢個係2個禮拜之前，咁呢一批人出現嘅咧，應該係收錢去做，而唔係咧因為咩民主運動啊，覺得我係咩嘢啊咁樣。咁咧所以咧，佢哋係喺2個禮拜之前咧製造一啲氣氛，令我講一啲嘢出嚟，話香港人點樣啊，跟住咧然之後咧想喺6月6號嗰日咧就做我世界。咁但係我冇講到出嚟咯，我係事後先至講出嚟。但係咧佢哋仍然咧將黃之鋒咧被再控告咧就歸咎於我。我其實幾年前咧已經喺Facebook 裏邊，其實我諗5年前啦。未有呢一個2019年之前，我已經講話我留喺香港做本土運動咧，係因為咧見到報紙刊登之鋒覺得好有前途啊香港，因為咧佢即係講嘢有文有路啊咁樣，呢一代嘅年青人唔同啊咁樣。咁咧就之後咧，我入去教會嘅時候咧，咁佢哋又俾我入去啲 WhatsApp 群組喎。咁咧然之後咧，我只係講其實好簡單，呢啲説話係好簡單啫嘛。我做我做本土運動咧，都係因為黃之鋒啊咁樣。跟住然之後咧，有人咧就專程問我你同黃之鋒有咩關係啊？你有直接同佢講過嘢咩咁講？其實係好瘋狂咯，即係一種監控啊。對於我嘅監控啊，對於其他我諗香港人嘅監控。咁我就嗰時都未察覺，啱啱我就察覺到原來咧加上
我而家研究緊阿 FinNow 啦，佢係咪香港警察啦？發覺咧佢搞嗰份報紙咧叫菱角啊，菱角咧嗰個名咧叫佢哋有個題嘅叫菱角零死角。咁咧其實一般做報紙咧，我哋唔會喺或者寫文章咧，我哋唔會咧喺一份即係自己嘅刊物裏邊咧用死字嘅，即係唔會用死字嘅，係一啲唔專業嘅人啦，亦都咧有特別含義。呢張報紙咧唔係主要攞嚟賺錢嘅，而有一個有另外一啲目的嘅。咁我就知道菱角零死角咧，即係話包抄香港人。咁因為我發覺好多跡象顯示阿 FinNow 係警察或者幫警察做嘢啦，咁所以咧我就見到咧佢呢一個嘅報紙咧係一個嘅係一個遮掩，係遮掩佢啲收入來源嚇。咁啊 FinNow 咧應該咧有好多錢咧都係喺我度，即係用我嚟揾㗎啦，因為咧佢係收袁大明錢咧去操弄一啲年青人咧去整我，從而咧係賺錢。因為咧喺香港國安或者係袁大明佢哋咧用極高嘅錢咧，就即係將我誇大，將我嘅影響力誇大，然之後咧用我嚟揾錢嘅。即係話而家有幾批人咧係圍住我嚟揾錢，包括啲 KOL 啦、陶傑啦、劉細良啦，包括咧袁大明當然係啦、鄧炳強啦，同埋咧FinNow 呢一批人。咁咧 FinNow 呢一批人咧就係我相信咧佢係香港警察嚟嘅。然之後另外咧有一批黑社會喺後邊做嘢。呢批黑社會咧包括咧香港邊城青年裏邊嘅人。咁而佢哋咧係負責乜嘢咧？佢哋係負責 mark 住嗰啲professional 嘅人 ，mark 住何韻詩、黃耀明 ，mark 住陳健民 ，mark 住好似江傳媒嗰個 editor 啦，唔記得啲咩嘉麗，咁樣 mark 住嗰個嘅鄺海晴，唔係 mark 住添啊，直情係攞嚟做人設啊。咁就如果喺黃台仰呢邊啦，咁咧就 mark 住呢一個嘅Amy Siu。咁咧 mark 住呢啲女人咧喺前邊做嘢，教佢點樣講嘢，教佢俾一啲資訊佢哋，等佢哋以為咧自己咧係做緊一啲大事咁樣。咁咧呢一個咧就係零死角嘅包抄啦。咁所以咧勸嗰啲香港人咧，如果你有好彩聽到我講嘢嘅話咧，咁你就應該將你就唔好加入呢一啲團體咯。咁你自己去建立一啲團體，咁咧由你自己即係群組啊，咁咧由你自己主控咧嗰個話題咧係應該咩方向，同埋咧唔好咁容易俾人哋觸動到情緒咯。咁就同埋咧，如果你聽咗我知道咧，有人咧係根本上即係有香港政府嘅人咧喺每一個群組裏邊搞即係散佈一啲謠言啊、扮討論啊咁樣。咁咧你就知道究竟即係其實成個形勢係點樣咯。咁而家好明顯咧，就係香港政府咧係派人咧喺每一個群組裏邊咧 mark 住啲香港人製造呢一個嘅情緒。咁然之後咧，我呢個係點解5+1咧會變咗10+1咧？就因為咧後邊有一批人去操控，因為出年啦就5+1之後咧，香港人咧就可以攞翻 MPF 啦嘛，仲會睇變咗同阿習近平爭錢啦。因為咧習近平咧就係到剝削緊香港 ，expoliate 香港人，即係全面咧喺財政上高咧要攞晒香港人嘅錢。咁我之前講過啦，就喺用東北東匯計劃咧，大型基建嗰度咧就抽走啲錢啦。另外咧就喺呢一啲小型工程咧，即係話喺大廈維修裏邊咧，就透過呢一啲嘅黑幫啊，透過呢一啲嘅人啦，咁喺個過程裏邊咧就每戶咁樣咧去抽走香港人每個家庭嘅錢。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係絕地嘅即係焦土政策嚟嘅。咁香港人知道嘅話咧，走得就走，同埋咧唔好入呢啲群組。如果想即係有一啲人同你一齊嘅話咧，就即係面對面咁樣啦。另外咧就係你可以加入，但係咧你去觀察咯，就唔好受裏邊嘅人講嘢影響咯。因為其實咧而家成個香港政府咧係由即係演員去即係治理啊。
咁你可以想像，如果2027年咧鄧炳強贏咗嘅話，即係做特首嘅話，即係曾志偉做特首，咁你可以想像究竟咩事發生啦。好，咁啊講到呢度。